大家好啊！今日開車過嚟食日本料理。呢間店係專門做日式料理，叫做木真路，係喺由博多站行過嚟，大概係15分鐘啦。呢間店喺正大馬路旁邊，好容易認㗎，係有各種嘅日式料理啦，例如有嗰個壽喜絲啦，仲有嗰個肥牛打邊爐啦。呢間店入到嚟要上樓梯，上到2樓，入到嚟呢係一個好寬敞嘅、好開揚嘅地方，環境幾好㗎。有各種嘅套餐啦，大概係1800至到係5000蚊左右啦。我今日呢就叫到2個係魚生嘅定食。呢個套餐呢，有魚生啦，有天婦羅啦，有個湯啦，有個麵豉湯啦，有個蒸蛋啦，仲有啲小菜啦，夠晒好味。食完飯，最後嚟到個甜品，叫到2個沙司米套餐，2個埋單係3960。